头家啊，代志到这地步啊，你拍什么喏？我真正唔相信，金銮伊真是会做出这种代志出来。哎呦，这有啥袂相信的啦？是咱亲目睭看的咧。而且小奶奶佫讲，哎呦，公主啊，我足想你的。有个少年的佫讲，大嫂，我四界咧找你，终于叫我找着。这毋是证明讲因两有暧昧？暧昧？是啊。你看迄个少年的啊，一个是遐潘安在世，偏就是偏，喙就是喙。我是查甫的，我着介意伊啊。无怪吼，咱头家娘会去杀着伊啦。你莫阁讲啊！衰家，请你为了将伊也记着我的囝，我的心肝囝。阿娘，请你。有没有好啊？流两汗啊，我心悲伤。就是死也安心咯。阿娘，请你小人又不好，害你并无雕饰奉养阿娘，求母亲你就原谅。你真唔通安尼死讲。阿娘，今日母仔囝相逢，你应该爱欢喜甲着，唔通搁再伤心啊。大概是受过欢喜去，对啦，也张文呢，你去进城去补回啦。实在是真可惜，因为只有即句我无伫厝内，袂当介绍互恁两个见面。阿娘啊，张文应暗都转来啊。阿娘，已经夜暗啊，我想你倒转去房间里休困，有话明仔载咱再过来讲好。啊无，金銮啊，你小弟你着好好啊照顾。是。阿姊，只好是当时会倒转来。遮尔晚还袂倒转来，大概明仔载才会转来。明仔载，亲弟，家在是神保庇咱，
咱会当规家团圆。来，咱来烧香拜一下。好。明明都听声，哪无看人影？亲弟，你大概听唔到啦，这个时阵无人会来啦。阿姊，你也着休困。亲弟，真是时候无早，我扶你来房间休困。好。我还定要来将伊娃娃杀死！大哥啊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你的大嫂伊大嫂是安怎？伊敢甲别人伫咧幽会啦！这免哪会啦？大嫂毋是迄种人啦。哎呀，你着免替伫咧讲话，是我亲目睭看到的呀！看伫后厅甲人伫咧幽会，我一定要来杀伊！我一定要来杀伊！当下，大哥啊，对方是啥物款人？有功夫还是无？看起来功夫敢若袂歹。若安尼，你都爱较小心咧呢。若毋是讲我手受伤伫的吼，我都会当替你来去解决迄个小囝。哎呀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伊虽是身躯边有歹宝剑伫咧，看起来敢若亲像一个文弱的书生，我自信有办法对付伊。身躯有歹宝剑，看起来佫敢若亲像文弱的书生，毋对啊，是毋是？生做眉清眼秀，缘投。你捌？哼，迄就是我的仇人啦。哈？你的仇人？是啊，马宗兵叫我要去杀，就是迄个人啦。啊，小弟的伤也是去互伊射伤的啦。安尼好，伊今仔日来遮，死自投罗网。贤弟，你放心，今夜有兄一定会替你报仇。你是什么人？你甲我放开！哎呦！你放！你是什么人？我甲你是什么冤？什么事？为什么要来杀我呢？哼！我甲无办法通我杀你啊！随在你啦，你免问我哩多嘛！我绝对你的牵手，这哪有可能的代志？无可能！恁两个人明明伫咧后厅伫咧幽会，是我亲目睭看到的，你搁也想要狡辩？原来对我有误解哦，听我将着说。
情义充分，你免变改，你不问是非不应该哦。枉你一心好功夫，你大人的切实是高不如。这份我自己无本事，不能将你这个败类渡。放！你嘛毋免来骂甲遐尼真歹听，讲这无怪啦，你都毋捌我。啊！我就爱骂你呀！阮某对着你，什么意思？我就爱骂你。当然生气啦，莫生气。我袂搁再甲你动武啊！你我的关联真特殊，特殊咯，甲无特殊，阮某都对着你，免讲嘛特着殊。情本是你的车句，你是着情的媳妇啊呀！你是青弟？是。哎呀，原来你是青弟啊！你是我的媳妇啊！青梨呀，阿娘来啊！青梨呀，阿娘，甲表，我拄则听你房间内有伫咧打斗的声音，无是。青弟，拄则的代志。青梨呀，你还袂回答我，是发生啥物代志咧？阿娘，因为我甲阮媳妇就斗阵伫伫咧创啥？阮伫咧练舞啊，哦，毋知大细声。练舞啊是啊。是。相公，你什么时阵转来？拄仔才倒转来啦。我就听迄小李讲哦，青弟倒转来，所以我毋才来看伊。现在啊？你拄则甲青梨伫咧比武，阮囝的武艺是如何咧？好啊，我输伊哦。啊，对啦，青弟，你震动管的中间，敢有无着刺激？刺激？敢若无咧。但是我会记得有看到一片乌云伫咧我的头壳顶飞来飞去，我感觉真奇怪，所以甲射一箭。箭射了后，迄片乌云一下散开，好亲像有一个人影。那安尼就对咯。这个人姓刘名庆，现在伫咧我的厝内面伫咧养伤，也是甲表你的儿子。伊的身躯边有一件宝贝，叫做色魂佩，人可徛在佩上，飞行自如。你所看的迄片的乌云，就是刘庆。假使若毋是你射伊一箭只，青弟，你早就计将我暗算咯。无啊！是安怎遐庆梨要伤害青梨？这到底是安怎咧？这，甲表，你嘛袂用咧怪刘贤弟啊！我知影伊是奉马总兵的命令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青梨啊，无迄个马总兵，甲咱是啥物冤、啥物仇？伊是安怎哪会要命人来杀害你咧？阿娘，这要讲一言难尽啦。明仔载我早豆豆甲阿娘你讲，若要讲起来，这是朝中望间的奸计。无咯，毋管安怎样讲，我一定要问一个清楚咧。庆梨无分无话，哪会随便害人咧？我要来甲问。娘，稍等咧。我认为讲，刘贤弟虽然是伫咧马总兵手下伫咧做代志，但是做人一向拢真好。假使若是当说服伊，叫伊归顺青弟，安尼敢是加一个帮手？对啊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也毋过刘庆是伫咧马总兵的手下，伊哪会肯要归顺我呢？我有办法。哦，贤弟，来，我搁敬你一杯。
来啊！我袂用啊，搁再啉啊！我即摆若搁再啉落吼，我会醉呢。唔啉吼，袂使搁啉啊！你的伤魂已经好啊，今后你敢有啥物拍算？有喏，啊，我当然是先到东莞来去向马总兵报道，然后我就去找迄个姓赵的小囝报一箭之仇。老兄弟，我有一句话若讲出来，你莫生气。哎呀，啊，当咱可比是亲兄弟，哪有啥物话咧袂讲的啦？你做你讲。赵方清，乃就是当今太后的内侄，贵比金鸡玉后，而且伊即次奉旨押送军医，身负王命，责任非轻，你若是害伊者，我看王太师甲孙世龙，伊就无法度通我担当。你甲马总兵，敢是袂当脱离关系嘛？哎，大哥啊，啊，你哪咧替迄个姓赵的讲话啊？我老实甲你讲，赵方清以我就是娘舅之亲，你也是甲表大人的儿子，所以，我希望讲你写去东莞，归顺赵方清，为朝廷立功，为祖上尽忠。啊，我若毋是要安怎？啊，你若毋答应，你就免想要甲我行出五福客栈。啥？我非山好老客啊，若爱来我就来。我若想要行，我即时就会当行，啥物人都无法度来阻挡我。你煞袂记得讲，我的杯，我身躯边有一条。啊，我迄条咧，我着小问题。免找啦，你的色魂癖，早就已经互我甲你藏起来咯。你敢无色魂癖？看你有啥物办法？自称你就是威山好老客。你，袂堪要我去，你竟然也敢招我来说我啊，快点抬你啊！你喙真刁中放路，搁伊即个王总兵，拢背为奸啊！你知影？刁中王孙两奸就是伫咧作恶，我坑你回头，毋通受白本哦。老爷弟，你若是投入赵方清为长下，随往偏官，随时你就会当建功。何愁不能逢祝？你是当堂的英雄，为什么一定要以奸附势，伤人控制啊？你要归顺也好，毋归顺也罢，就也小分配。伊个遮。你毋归顺是？毋归顺摕去，你用个怎？赵大人，你真是大仁大义、正人君子，我老卿情愿永远追随你。啊！起起来！清楚，回禀大王，我勘定去诚清楚，无毋对。绝对袂毋对。
军医，下晡要经过咱大龙山骹。来当将这30万的军力甲夺起来，唔惊个杨宗保的军力外强，伊也难得夺去3党的寒酸。对啦，听下因女准但死了后啦，咱就会当发动大军，甲因攻打三关啦，会当大出到大宋的江山咯。对，大王想去真周到，这回一定马到成功。有讲有据，在。令你带1万的妖罗埋伏在山骹，夺取军力。是。青丽，阿娘，青丽，你真是要离开我？是，孩儿心亡亡命，不能久留，继上军医，只好暂别母亲斥下。青丽，咱离开这个家，这中王不救了，你都要来离开我？你叫母亲要来袂伤心？青丽，你来走，我无你去，你搁留咧好。青丽，阿娘。身体变成非常的虚弱，所以听讲你要走，尔就昏倒啊！我看你也是。阿娘，大哥啊，咱若无如期押送军医到三关，万一因元帅若怪罪落来，是要安怎？我看安尼啦，老人家，你先教谢文佩到金城驛，凡有张总理医生上路，等大高表的病情若是好，穿地你才赶去，安尼毋是共款？对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真的，一定能如何？好，老兄弟，知？我就麻烦你去做一撮。是，反正你若是押军医到三关，一定爱经过大龙山，迄个所在你一定爱小心，时常有山贼出现。